今仔日有去有去的台语房，内底诚侪人台语拢讲啊诚好，我着点点仔听。我想讲，其实啊，著是效率的问题。就会听广播电台，拢是讲台语，白讲有难一寡华语，我拢听迄种。讲新闻，新闻我嘛较有兴趣听。听听的，若讲要练讲话，就是讲伫咧 Clubhouse 的话，就变讲一个人几分钟尔。其实你若爱一直讲一直讲，搁爱逐家会当接受的话题，迄颠倒讲较无简单。若拄着台语好的人呢，就会使安尼听吸收一寡台语，像圣诞夜，就会当听。无有时阵圣诞要安怎讲，可能嘛常常想袂起来。若要练讲呢，就是像我即马安尼，就是爱讲偌久就讲偌久，就是家己的语言去组织，毋免惊讲讲啥有可能有人无兴趣听，有人入来爱拍招呼安尼，就是选一个方式。无就是去上课，上课因为有付钱嘛，就迄个时间就是用老师用台语讲，就认真学习，嘛有去写作业的时阵，有一寡写台语文，写台语文就是练习，练习是有效果。即马拼音就袂讲遐食力，有较进步淡薄仔。即马就是讲，就是爱调整的，当然就是家己的心态。就是讲，我就会举一寡网友的例，就是讲，伊会感觉无欢喜，别人的反应可能无伊想的讲，家己说多谢，家己重视家己做，就是讲家己足重视，伊就会开始会失落。这到我的镜头有够像，我嘛是安尼，就是拢希望讲替人肯定，需要有一个愿望，就是讲大家拢做需要我这个人。毋过咧，这就变讲是一个依赖别人的反应，安尼真正就是痛苦的开始。我就最近这几工，就是讲到公投的议题，就会足激动的，讲哪会大家反应大家要安怎斗，无照我想的安尼，而且新闻每摆去调查做民调，出来的迄种数字嘛是讲看起来就是若要拼输赢，可能就拼袂过别人。毋过咧，这就是我需要去调整的所在，亲像罢免案、公投等等，以后阁有选举，每一届我拢希望讲，我支持的议题、支持的一个政党，拢是足好的成绩。若讲无互我有达成我的即个愿望，我就会开始就是会有一寡痛苦的感觉。安尼就亲像讲，我听到一个故事，就是伫足久以前，即个世界是无鞋仔，无发明鞋仔。国王伊若讲要行路，
无法度讲，互国王成为一个国王，搁伫下涂骹搁行路足点呢。大家就想着方法，就讲摕皮一个足厚的皮诶地点铺伫涂骹，铺到总远的，国王要行去戴拢有地点，变讲国王有着安尼，当然去戴拢足爽快的，足舒适的，骹底拢袂讲点点，嘛袂摕石头，安尼骑甲无爽快。有一摆伊就去街仔路去巡，发现讲，怎会伊的人民其实拢无鞋仔会当穿，当然伊嘛无，毋过伊有一个皮一个足厚的地点铺伫遐，别人无，伊就想讲安尼好啊，若讲甲即个地点即个皮地点做鞋仔，每一人拢有一双鞋仔，即个意思就是讲，我就希望讲，即个世界是亲像我的希望安尼，若讲去Cup House 有可能就是大家对我足重视，无就是我讲的议题，大家拢足有趣味的。若讲我今仔毋管是写小说，抑是讲去写我的日记，大家拢感觉真足有意义的。去读起来拢有一寡感想一寡心得。我有即种愿望。毋过咧，实际上就变讲，其实大家会当看的物件足济，我写的物件嘛是足个人的物件，就变讲大家拢有若好，无若好，拢较无兴趣。我就开始讲，安尼我写着无意义啊，就无人有即个看我的物件的需求啊。今仔我若无写，别人嘛无差，安尼我就袂去继续写，就讲无即个动力去好好搁写落去。我写，若我的小说嘛是，写到一个结局的时阵，就无想要写，想讲第写较长精彩时，就无人来看，何况是讲以后我搁继续写落去，当然就是愈来愈无人看。这就嘛是变做一种痛苦，足期待，毋过搁等无人，毋过搁足想要做一寡代志，搁惊讲好做的代志，别人的反应毋知是有欢迎无欢迎。这就真正甲这台语的网友共款呢，伊嘛是做啥物代志，伊嘛足骨力讲要指导学生。毋过，若今仔学生的反应就是讲足无用的，哪会阁一个人来甲我指导？无一定讲会做正确的。这时可能就会有无爽快的感觉。这就变讲，去做一项代志，做甲足骨力。毋过别人的反应毋是讲足重视的，有可能是家己的方式的关系，嘛有可能是你做的代志是较主流，还是讲无遐主流。毋过今仔坐我隔壁的同事，伊认为讲就是讲爱像国王，甲鞋仔莫甲这皮莫这做厚的地点，莫安尼规路安尼铺安尼伤忝嘛，而且嘛有可能行去戴无人甲你铺路，安尼变怎？上好就是家己准备，就是囥伫家己的骹底，安尼家己行去戴，其实拢足舒适的。即个鞋仔就是家己心内、家己的心的一个建设。
就是家己随时做家己的观众，家己着上重视家己的做一切。上有意义的，就是家己认为上有意义，安尼意义上好。毋免我靠别人。亲像讲，我听一寡电台，这电台其实拢会卖药仔，卖药仔拢互人一个思想，有算洗脑安尼。若要健康，就爱去保养，就爱去食即个啥物产品，安尼食会身体较会健康。为怎样身体健康？就是爱靠别人制作出来的药仔咧，佮爱开钱，逐工食安怎较会健康？其实这嘛是足奇怪的代志。自从我学身灵了后，我就知影讲，其实这是一个为着要趁你的钱，就这全世界联合起来一个白茶话，互人认为讲家己的身体家己是无法度顾的，爱靠别人，爱靠医生，爱靠健康检查，家己是对家己的身体一点仔办法拢无。会当做的就是逐工咧摸来摸去啊无就是随时去做检查，看会当发现讲倒位有无舒适。变讲若身体内底有啥物毛病，家己是无法度知影的。有人是拖到上尾较知影。其实无应该是安尼。咱家己的身体是离咱上近的，当然是家己上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而且是用心思想即种方式来照顾。毋是讲去食啥物药啥物药就推落去，安尼身体就会健康。其实毋是安尼。这是因为讲食药的人相信讲即个药有效。伊变健康是因为伊相信这药有效。较渐渐变健康。安尼，我想讲，我即摆要教的一个观念就是讲，亲像讲，啥物公投我嘛是看网络的文章拢是看共一言的这颗位共阮城写出来物件。当然，大家思想拢共款。毋过咧，这就是共阮城外口的人，大多数的人，做民调就足明显的。其实我的想法，我认为足正确，毋过毋是上多数呢？有时阵有可能是少数。安尼变怎？是毋是阁加艰苦的？有时阵想要说服阮翁，要讲我知影做者物件，要讲互伊听。毋过人嘛无一定会照你的意思阮翁嘛有伊家己的思想，做变讲我阁足痛苦的，我就讲恁莫阁讲莫阁甲我刺客啦。这因为我有一个信念，我的信念就是认为讲，我即摆坚持啥物，我希望讲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成果。若讲我今仔去拍拼，进前拍拼写小说，毋过这小说我想要有一个成果。我的信念是爱正确的，意思就是讲，我若希望讲是足受欢迎的，诚侪人讲这是好作品，阁上好阁有啥物导演阁有啥物制片欣赏，这当然上好。毋过咧，这毋是我家己会当控制。我若真正要去写迄种作品，就亲像讲去投稿去投稿就是写即个
这多个诶单位会介意诶物件，啊无就是讲我若想要会买册啊，逐家拢来买，当然就是写一寡大多数诶人爱看诶物件。就亲像足侪人去做这网络诶红人嘛吼，伊就会去写一寡文章，有可能就会写工课场吼诶代志，因为足侪人拢有共款诶感受，就变讲写你爱受欢迎，就是爱有一个叫共鸣诶物件。毋过有共鸣，有可能这是制作出来诶。你就是会去约别人讲，想要知影啥物，想要知影讲，即个文章是别人介意诶主题，做大多数诶人爱看诶主题。毋过即个结局即个写法即个结论，当然嘛是爱符合讲大家爱听诶。就变讲，这就是一个为着大家去写诶物件是一个产品，毋过毋是真正是家己爱写诶，家己真爱诶物件，定定拢是别人可能无啥物兴趣。若爱拄好家己做爱写，别人佫做有兴趣，这就是少数。毋过呢，我就变讲，我咧拍拼，毋过呢，我希望的是爱勉强别人爱别人配合即种状况，无法度达成，就真艰苦。这信念有这信念就是造成我的痛苦。那我今仔的信念去改变，就是讲。我去拍拼学台语，当然就是有学，一定会有进步。若讲安怎学拢无进步，这可能就是一个学习能力的问题嘛。这可能是学习的障碍。毋过加在我毋是学习障碍的人，我有进步，有练习。有一寡方法，嘛拄啊好即摆的科技，会当找足侪资源，爱去上课，若讲袂讲毋甘，毋甘讲开时间开钱，嘛上课一定嘛有人的课程安尼安排，当然就是有效较会安尼安排，变讲进步。就一定会进步，毋过，若我的信念是讲，上好大家拢会甲我配合，我去买物件，我用台语去讲要买啥，要交啥物钱，对方应该嘛爱用台语甲我回，毋过定定就是迄个人甲伊的同事讲台语，毋过对真一个人客有可能嘛对伊讲台语。毋过看到我，伊就转华语，就算我是用台语讲的，这当然有足侪可能性。每一个人我伫外口拄着的人，可能性拢无啥共。有诶是讲，就看我即个型啊，就应该是讲华语嘛会通，伊就转华语。有诶是讲，这其实你台语嘛讲啊，毋是诚好。就讲伊就会惯势转华语，毋是转华语，是本身就讲华语讲较顺迄个对方，就变讲你有百款，我真正无法度控制，就亲像即届的公投，大家选同意无同意，理由嘛百款。要投不爱投，理由嘛百款。我实在是无法度讲控制别人，因要安怎做。我的调整，我就是讲，我会当去讲做热心的，有一个主张，有一个立场，其实这会当。
因为这著是体验嘛。咱来地球，若讲啥物拢看足开，吼，安尼嘛好，这嘛好，遐嘛好，安尼著无法度体验一寡，无法度去成长，著亲像讲囡仔吼，一开始著会冤家，去甲别人抢物件。若讲有一个囡仔，伊毋知影安怎是有顶世人的记忆，还是安怎，伊著讲这囡仔人的物件有啥物好吵？我食会饱就好啊！哎呀，这做人毋免安尼争。尾仔100年以后拢爱转去。若有囡仔安尼想，做啥物代志拢袂去抢嘛，袂去怨叹。毋过伊咧体验，就变讲无去体验讲，爱过、分过，吼，甲人相争，争输、争赢、争赢，吼，等等，可能拢无法度去体验，吼，一开始拢看诚开，变讲会有立场是不要紧，有立场就变讲你是对即个议题、对即个物件是有较有兴趣啦。有兴趣是好代志啊，就亲像讲，我若学台语，学的就会讲希望大家拢会当定定讲台语，对我讲台语，等等。有即种想法，真正毋是讲毋是啥物欠点，毋过变讲若讲我去勉强，嘛讲甲别人的反应，有讲台语无讲台语，有甲我台语学落，也是讲别人问讲，你是倒位来的？你搁伫学台语对毋对？别人讲啥物话，当做讲是我的成绩单仔，安尼是毋是就变作痛苦的？若今仔公道，我认为讲，若身躯边的人啊，无讲民调出来啊，甲我所坚持的无共款，安尼我是毋是嘛爱痛苦？其实拢毋免，就是讲一切就是我去做是欢喜甘愿，毋过我若去抱怨，就亲像有的人认真去甲即个学生去甲伊栽培，去免钱搁义务去教伊台语的演讲比赛，甲伊训练，拢无摕钱，这就是欢喜甘愿。毋过伊若讲有望讲即个学生，对伊足感激的。毋过拄仔好，即个学生是足有目色，有对老师是讲足听老师的，老师讲啥伊拢足认真。毋过也有一个学生，有可能就无共款啊，就考试啊，就无兴趣啊，就讲要放弃啊，无就是对老师就足凊彩的，无讲足就无讲对老师足重视的，无就是讲问题毋是伫学生，是家长嘛有可能啊。伊就问拢无问讲是倒一位老师甲咱指导的，甲人教阮囡仔教的，拢无去问，拢理所当然，嘛有可能。安尼是毋是搁爱无欢喜，搁爱去怀疑讲我去做这义务的物件，逐家拢无肯，无当做一回事，就开始痛苦啊！其实拢毋免，就是讲若去做，搁去抱怨，搁去望有啥物结果。即个结果若是讲是需要别人去配合的，安尼会产生的痛苦就是自找，不如就拢莫做，就袂痛苦啊！拢伫厝，嘛免去指导别人。
若讲做热心做一件代志，真正诶，就是会拄着讲，这互家己讲，这其实别人嘛无重视啊，别人嘛无安怎。若讲今仔日，我就是讲，我有出力，我有会去关心即个议题。就算即个议题上尾啊，毋是所有诶人，大多数诶人去认同诶，安尼嘛袂要紧。我需要会当接受这样安尼诶代志。我需要接受，毋是做无奈讲啊，无法度啦，这去甲人口说讲啊，即摆人民就是安尼啦，拢乌白斗啊，拢跳进党啊，去放票啦，去抱怨这拢无需要。你去抱怨的时阵，就是因为信念，就是认为讲我去关心即个议题。这议题应该着爱照我的意思去发挥，大家拢甲我共款，拢想的感觉有道理，拢安尼，毋过这世间人就是安尼啊，你认为有道理，别人无一定，无的确认为有道理，定定拢是。我感觉有道理，别人讲根本毋是安尼道理，伊嘛讲一套，对伊来讲嘛做有道理的啊。你若讲伊双标，两种标准，两种标准，人嘛袂承认，人嘛讲你嘛是两种标准啊。变讲毋免去争迄，毋免去强求，咱就是去照顾家己的内心就好，就是我去做即件代志，我家己认为有价值，我写小说，我写日记，我即摆做的代志，学台语啊，嘛是有去杀台语，这我做的代志，我认为有意义。我认为的成果啊、成绩都袂当讲用啥物偌济人啊，都伫路上拢开始对囡仔讲台语，拢甲台语传落去，无就是大家拢讲拜托你来上课啦，你来甲阮教啦，都若是拢是希望，拢是即种爱别人去配合的。若安尼的话，就是真正就是不应该安尼。我的愿望应该是放伫讲我家己的身上，讲我每年就会使开始用台语去讲 Podcast， 而且我会当用台语来写我的日记，这就是正确的。今仔我若讲无法度用台语文来写家己的日记，当然就是我家己的问题啊。我着边仔懵了，着讲我着无时间，无就是讲着较放松，着较开始无遐骨啦。毋过我就是怪家己啊，就是毋是讲怪家己，就是我的愿望就是放伫讲家己的身上，别人是有认同即个价值，我家己的价值观别人有认同无？这着看较轻的，着莫家看遐重，就是顺其自然。安尼我若讲无去抱怨，久啊，大家嘛有看到即个精神啊，就算无人看到即个精神，别人讲这人毋知咧创啥，看拢无，安尼其实嘛不要紧。我家己知影讲，我真厉害，我其实做有即种坚持的心。我学物件虽然含慢，毋过学久啊。
我嘛找着方法啦。一切拢是囥伫家己身上，莫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真正是，你著变讲是即个国王，伊著需要讲去铺即个地点，安尼足辛苦诶，真正足辛苦诶。国王有可能有人会甲伊风台嘛，会甲伊处理。毋过亲像我无啥物资源，无啥物无出名，著是爱家己去做。毋过有可能做甲嘛，无介好。这时著开始想去啊，开始讲，这世界拢安怎拍拼，拢无效啦。我著举一个例，就是有诶人啊，若讲去找头路，足无顺诶，拢无人要甲伊请，拢无人要甲伊请安尼。伊著开始讲，即个世界、即个社会拢伫甲人骗啦。著开始屈伫厝，拢无爱出门，嘛无爱找头路。嘛有即种人，伊著做重诶无力诶感觉。认为讲我安怎拍拼，别人著是无配合。著是这别人甲我怨道啦，无著是讲别人敢若去看大细心啦，有诶无诶，你会使对这无互你著是无着你诶意诶人，你会使迄种别人，你会使安怎骂甲骂甲诚歹听，拢会使啊。嘛会使去甲别人抱怨，去网络去抱怨别人讲我安尼准备遐好诶物件，别人著是无意啊，著是无兴趣啊，无趣味啊，别人著是无重视啊。当然会当安尼讲，毋过别人去听讲，这个人做啥著是一直需要别人诶配合，这安尼嘛会足善诶。毋过我今仔讲要写小说，若讲要写日记，会用台语文来写，我著欢喜甘愿。拢无人看，无著有人讲你爱用华语无？华语著我较看有啊。著台语我著袂晓讲台语啊，你阁用台语文来写，无著是讲台语文写大家拢无反应，毋知有看无看。我去找一寡资料的时阵嘛是啊，有人安尼写会倒，著讲改华文刷去啊。台语文著无人看，著是讲若是安尼，著是讲家己是欢喜甘愿去做这项代志，毋免去想讲需要家己做这代志成功失败，迄个成绩是有偌济人去学咯，去重视，拢毋免安尼，因为安尼真正是著是痛苦，著变讲一半的时间甲作品完成，无著是讲去做一寡义工，安尼是快乐的。毋过痛苦的著是讲，怎会别人无去学咯？讲我拢牺牲家己的时间，拢无人学咯？讲我足热心的，怎会无人学咯？讲我真正识识人足快的，而且足我想的方式啊，诚好诚活著变讲拢无人讲，著搁怨叹著会揪起来，而且会无快乐。变讲著逐工拢累积一寡无快乐的思想伫头壳内底。其实著是去改嘛，亲像讲我写面册文章虽然讲是用华文写的，
即马就是变讲华文我写较顺，是无用台语文来写。变讲写诶时阵，当然我嘛会期待讲会有人会看着。毋过呢，若讲无人看着，也是讲就两三个人看着尔。其实我拢感觉无要紧，因为重要诶就是我去记录迄个时阵诶心情，甲即个心情记录起来，这才是重点。这是为着以后诶家己会当看着讲，迄个时阵我伫补啥我伫补小说啦，无就讲，迄个时阵，我有伫学台语文搁拄仔开始学尔就是上大诶意义，就伫家己诶身上，上大诶成就嘛是伫家己身上，成就无应该是有偌济人去看去称赞，去甲你回应，去甲你学乐。其实我就是爱去练习，爱去学，安尼就讲今年公投，今年罢免，明年过来，拢袂要紧。我就是讲，袂后悔啦。我就讲，我对这议题，就算是有洗脑去，就是讲相信讲，爱支持这个议题，安尼就是对人民对国家上好。安尼就莫去抱怨讲，毋过别人就无安尼想。若我讲即句，毋过别人就是安尼黑白想，别人就是自私，别人就是拢跳落洗脑去。若我去讲即种话，就表示讲，无成功啦，就是我去改变家己的心态，无成功。也是用旧的想法去做即项代志，去抱怨去讲别人哪会安怎无配合。其实就是甲别人放下。我需要放下，毋是讲这项代志、迄项代志。公投你放下罢免，互家己讲你家己放下，这人就算去罢免，伊嘛是活甲好好。这每一项代志学台语，别人无去重视台语嘛是用华语讲上紧即马文字拢是主流的文字，拢总文章记录佫有一寡新的名词拢总是华文。我嘛毋免去怨叹即种代志。我做诶时阵，我就知影即种状况我都毋是替人骗来做、拐来做诶。我就明明知影，我要放下，敢若有一件代志，就是别人甲别人放下，别人安怎想？这公投诶议题，虽然就是爱诚侪人去投嘛，这是比票数诶嘛。毋过咧，我就讲，对，我就是今年倒一年，几月到几月，我就是这种思想，嘛有可能以后会变嘛。以前我嘛想讲公投诚好安尼政府袂黑白来嘛过几冬有可能佫家己诶思想拢转变啦。就是讲，就是因为讲，这家己拢会变来变去，就放下别人会安怎去想即个议题，有甲家己支持无？背后一票一票安尼开票出来，迄个结果这就是共款的原因结果即个代志，就亲像讲，前几冬顶几工，前几冬我想讲，我想要替主管欣赏，看会当拼一个成绩。
变啥物小组长啊，小小的副手啊，看有机会会当爬起你做主管无？我顶几年真正安尼想，嘛有做拍拼的，拢伫公司顶时拢不爱派重要的任务互我，我嘛讲不要紧，我著去准备，我著去整理一寡物件。倒毋是我负责的，我搁去整理整理了著无法度摕互别人看嘛，因为这毋是我工课上的范围。我嘛毋是一个啥物组长啊、有诶无啊，拢毋是啊。顶时嘛对我嘛是足丰沛的，著想讲这人有野心，毋过搁教伊袂下。迄个时阵，我著想讲，即个结果，我对结果有一个定义，就是主管甲我欣赏，都无啊。同事听我，嘛无啊。著每一个结果拢是爱别人配合的。毋过我做袂到，变讲逐工拢做痛苦的。毋过若甲结果，我想要爱的结果去调整，就是讲我就是要试看觅，毋是讲试看觅讲别人会甲我升起来做官无？毋是，我只是要去试看觅，讲我去做即件代志，会当做甲诚好无？就是家己会当负责的范围就好啊。若讲我想要爱的结果拢甲别人有关系，安尼就是好运，当然就是有都诚好啊，逐个拢有肯定啊，安尼当然好。毋过就亲像即摆公道，明仔公道好，当然是讲我支持的案，拢真正拢是开出来的票，拢比对方搁较济，当然是好。毋过我即个结果内底是甲别人有关系，安尼即个结果出来，就会定定会互我诚痛苦。因为甲我的心愿是颠倒反的。毋过今仔我希望的结果毋是安尼，毋是讲去拼赢别人，别人拢对我影响啊。若讲第一头路，食头路就变讲，逐个拢总爱请我。主管嘛感觉讲爱找我做副手，爱甲我培养，甲我栽培。若讲希望的结果拢是甲别人有关系，上好每一个拢达成。毋过，这就是讲我即摆爱学的物件，就是宇宙要甲我讲白安尼啦，就是无遐好康啦。无遐好康的时阵，我需要安怎调整我家己？若亲像讲，我伫用甲囡仔讲台语的绘本，我著较无即种期待，讲希望讲有偌济人来听我讲故事，逐个反应拢诚好，等等。我其实著无即种期待哦。因为我知影讲，我讲台语著讲甲无啥顺，嘛欢喜看。有淡薄仔，就是无法度用台语的开口安尼讲，就是有输人有输人安尼会一段有对，就是讲无遐厉害啦。我著甲我想要爱的目标结果，号做讲我有学着物件，安尼著有够啊。会真正著变讲，我做起来著足轻松的。虽然会紧张讲轮到我，
我阁无好好准备。毋过我著袂去期待讲今仔结束活动结束以后，第一群组哪会逐个拢无反应啊？我著无即种期待啊。若袂讲想讲轮到我诶时阵，哪会无啥物人来捧场？我嘛袂去想即个代志，敢若会想讲，我有学搁较济物件，有一摆讲甲比一摆搁较顺，无就是我伫咧准备台语故事诶时阵，愈来愈顺，莫讲一开始可能开3工，搁还袂好势，会当讲时间愈来愈缩短，毋免开较济时间，就会当准备啊，安尼就是进步啊，就是甲家己有关系结果，甲别人有关系结果足侪，毋过拢家己放下，拢顺其自然。我著需要安尼诶训练，就是对公投开始啊，我著尽我诶力嘛，我有去了解议题，去看一寡文章，安尼我有去投票，我会当做诶，我著去做。这结果咧，著甲别人有关系拢放下，讲别人嘛共款哦，甲我诶想法拢共款哦。这世间真正毋是安尼运作诶哦，毋是讲像囡仔人可能细汉诶时阵，就是会安尼摇把插，会安尼伫遐大，伫遐摇把插嘛，伫遐做上去，伫遐哭甲安尼，无强要无去。为虾米会安尼？就是囡仔人希望讲，即个世界就是像伊诶毋望安尼，莫有一个小弟小妹甲伊抢物件，爸爸妈妈上好拢毋免上班，着家己照顾。啥物人拢是食伊迄套，拢伊爱啥，别人拢顺伊。囡仔人诶世界就是安尼。毋过咧，伊需要就是控制别人，爸爸妈妈爱爸母爱讲，着我甲你配合，因为你哭甲安尼，安尼我替你勒索，我着照你诶意思。上好就是生一个就好，莫阁有啥物囡仔伴，囡仔伴上好是爱耍诶时阵伊会来。毋过若想要一寡资源，毋免分享互别人，无一个人来甲我斗阵抢物件。当然，囡仔诶世界伊拢是安尼希望，希望讲爸母、阿公阿嬷，阁有讲囡仔伴拢会当配合。毋过大汉渐渐大汉以后，就知影讲，这世界就是无法度配合你一个人呢。每一个人拢有伊诶道理，拢有伊诶需求啊。爸母嘛做无闲嘛有因诶想法啦。即个时阵，就需要讲，着我即马就是尽力啦，我会当做诶，我家己就是我会当做诶，就是我拢做啊。毋过我想要爱结果，毋是讲这个人互我第一名，考试考出来拄仔好拢是我会晓。若讲解考试悬诶人，拄仔好拢足欣赏我写出来诶物件，拢互我足悬分诶。这毋是就变做你需要偌尔较济人诶配合，而且毋是一届尔。每一届拢爱安尼，安尼就变成讲，咱希望诶结果爱甲别人诶因素爱甲伊摕掉，就甲家己有关系就好。就是安尼。